今集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郵輪體驗。Carnival Splendor 113000噸，1100名職員，3000多名乘客。6日前我哋已經網上登記辦理登船手續，所以放低行李就馬上可以去排隊啦。前往南太平洋島國係需要購買旅遊保險嘅。2小時後，終於可以上船啦！登船後第一件事就係先去召集點登記，掃描一下你嘅房卡或者係網上登記嘅二維碼，俾佢哋知道你已經嚟過呢度就可以啦。唔需要參觀，安全免閘。嚟到船隻嘅大堂，澳洲樹熊已經喺度等住歡迎我哋，咁梗係要同呢位親善大使嚟一張合照啦。Cheers！ 9層嘅成人專屬區域，配備有1個泳池同埋2個按摩浴缸。我哋嚟到12層多功能運動場同埋緩跑徑，觀景甲板，360度全景視野，適合拍照。從澳洲悉尼出發嘅9日行程，前往南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同埋新格里多利亞。呢個就係最具標誌性嘅水上樂園啦！驚魂閃電，極速滑道，11.3 米高空，垂直俯衝，360度旋轉。夠膽量嘅你就去試下啦！免費嘅兒童分齡託管服務係需要提前預約。14層有一個9洞迷你高爾夫球場，3層至12層嘅中空設計，顏色鮮豔奪目。11層有水療、美容中心、健身中心。多功能熱療室。私人理療艙，無限次通行證199蚊澳元，無限次使用。而船上嘅消費係以澳元計算。熱力、蒸汽、芳香療法，全方位舒緩身心。消耗卡路里嘅時間。
帶大家參觀一個無人知曉嘅免費桑拿室。今日做咗一個航海日面部護理，127蚊澳元，包肩頸按摩，價格合理啊！提下大家，你訂閱咗未啊？跟住我哋嚟到5層嘅賭場、海景長廊、精品購物、主題酒吧同埋櫻桃甜品屋，仲有鮮榨果汁，同埋每日一杯嘅咖啡。仲有梗有一間喺你附近嘅酒吧。多功能演藝廳，聽歌、睇表演，各色其色。顧名思義，設計真係幾酷㗎。呢個係俾大朋友消耗精力嘅好去處。呢個 Red Carpet Dance Club 喺晚上10點後就係派對狂魔嘅區域啦。綜合劇院橫跨3、4、5層甲板。暫時參觀住咁多先，我哋返去甲板等開船啦。聽到 DJ Glenn 嘅音樂，就知道隻船已經離開雪梨港口啦。嘉年華輝煌號喺24年8月進行咗翻新升級，
船上換咗新嘅紅藍色嘅塗裝，同時部分區域亦都進行咗更新。位於5樓嘅 Duty Free Shops 免稅店，我哋喺登船前已經下載咗嘉年華手機版程式，可以查看節目資訊同埋訂枱食飯。黑珍珠餐廳係免費用餐區域。數碼下單，分享一下每一晚唔同嘅菜式。金碧輝煌嘅中庭，小朋友最鍾意嘅糖果店。晚飯後仲可以去唔同嘅酒吧度跳下舞，輕鬆一下。帶大家參觀下我嘅房間。選艙小貼士：低層同埋中部客艙比較平穩，適合容易暈船嘅乘客。1、2層同埋中段嘅艙位受海浪影響比較少，晃動感最輕。高層甲板好似8層以上嘅船頭船尾晃動相對會比較明顯。6389同6391嘅家庭連通套房，中層5至7層靠近船體中央嘅艙位係最穩嘅區域，而帶陽台嘅艙房中高層適合追求景觀但係有輕度暈船嘅乘客。價格將會喺本影片結尾嗰度公佈。充足嘅收納空間。貼心嘅叉電設施，專屬嘅客艙服務員，每晚為我哋準備嘅開床服務。住露台房嘅最大好處就係可以喺露台睇到美麗嘅景色。一宿無話，我哋到咗金珠餐廳食 brunch 早午餐。
我比較喜歡喺餐廳食早餐，因為有服務員貼心安排一切。螢幕顯示目前所在位置。Fahrenheit 555餐廳喺11樓嘅船尾，係一間自我消費餐廳，77澳元。我哋選擇咗龍蝦湯、牛扒加龍蝦尾、生蠔拼盤同埋甜品。趁住日落，可以嘆返杯雞尾酒，分享下晚上嘅娛樂。我仲俾 Simon London 郵輪嘅總監拉咗去魚濱添，因為玩得實在太瘋狂啦，所以唔同大家分享啦，你哋想像下啦。準備一啲參加主題之夜嘅衣服，例如80年代之夜、海島風情夜同埋白色派對。房價係5097蚊澳元，3人陽台艙。今日特登早啲起身，同大家分享下自助早餐有乜嘢食呢？舒適嘅用餐區，採用溫暖嘅燈光同埋中性色調，營造出輕鬆溫馨嘅氛圍。又同大家分享下呢幾日我哋喺自助早餐同埋自助午餐裏邊食咗啲乜嘢。今日嚟到香檳藝術拍賣會飲香檳同埋睇名畫，鍾意嘅話仲可以帶埋返屋企，當然係要俾錢啦。我幫黎少拍嘅照片竟然被選為屏幕，大家睇下喺右下角嗰張就係啦。今日到咗 New Caledonia 嘅利庫島啦，
同我哋一齊去探索新旅程，記得訂閱啦！